向前同到飞，大家来上边。大家好，我係趙慧娟。大家好，我係吳永平。歡喜咧，我哋花蓮人啊，真勁本愛動感性。真勁吼。除了熱情以外，熱情還有表演啊，表演吼，全部就會用心嘛，用心然後很真誠，真的很真誠。真勁。哎，特別呢，要給你花蓮吼，就會知道來到花蓮。就會聽兵係一鬼台北的。我來了吼，欣賞這個好山好水這個好地方啦。對，所以請歡喜啊，請感通哦，今邊又快來老太家同樂飛嚟。係啊，按用夾來介紹三位評審欣賞。創作才起司飛欣賞，一眼狗有行程時，黃水強欣賞。共播天腿 DJ 李飛明先生，三位評審先生介紹佢嗬。好啊，今日講嘅呢，厲害嘅比賽嚟啊，來看體組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先生钦定嘅，係講三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哦。江山妹打造紅蟲，寬燈彩藍送絲綢。姊妹來去昂絲綢咯，來嘞，細妹安將，細妹安將，愛去昂絲綢。將細妹見不見來去昂哪隻絲綢啊？我想看啊，去哪位較好呢？我想到咧。你來去人多，東西多，便宜又鬧熱嘅市場，好冇？咁有安樣嘅市場？當然有啊！好啊，哦，你愛買乜嘅上好嘛？我愛買嘅東西真簡單，好看、好食又便宜嘅，就買你咧。我唔同你講，都是你看就對。俘虜都買乜嘅肉啊？哈哈，本台啊！姊妹，我看到便宜又好食嘅菜咯。乜嘅菜啊？鳳蟶頭、白蟶頭、見到水就胖婆。係乜嘅啊？同看啊！鳳蟶頭、白蟶頭、見到水就胖婆。我哋咧一定係菜條啦。你是啦唔是？胖體嘅菜條怎會破起來？按你嘅菜條就是唔踢咧。按樣我就唔知呀。個堂看啊，見到水就胖婆。我哋咧一定係釣菜啦。也擺真見有好悶。唔爭啲，今日問你釣菜用辦煮較好食。阿婆講老七層塔強下炒。真好食，真甘味。講到我香水，強嘅人唔劈咧。讓一下，等他盡顯阿婆就來搶。好啊，俺仔細。你有看到中意嘅菜冇？看到咧，啲幾位？啲哪位啊？係乜嘅呀？本團彈好來，也係作長衫，拉也作網蚵。望我頭拉踢，兩隻呀板咯。妹愛，你講乜嘅？敢有呀種東西？當然有啊，同看啊。兩隻呀板咯。我哋咧係咁咩？唔錯，係一種菜。我哋咧係包熟。咩唔錯？我問你100幾飛？係鹹上田嘅竹筍。咦，半斤對8兩，強按聰明。阿公講，竹筍係清康健又好食嘅菜，不管係煮湯，也係炒肉，都清香熱食。我愛後來水淡定咯。唔是定，等下本日食到飽必必。驚夾出來去料理呀！你呀真勁係講到又好食，米也都會照吃。強樣，8斤對8兩。昂絲草，青神枝，食嘅作嘅用嘅烘油，愛食愛買愛看水菜兒。
條好滿好經驗，只愛很開口，保唔吹男人都開唔準啊，開唔準。變了你去試錯，看你看菜看排錯，不能學習老神做，姊妹姐妹親長嘅細阿妹，祝福大家幸福快樂，俺自己長來了。送上鼓勵。哎，这个很不简单呢，其实不简单呢，好用暗虫的对话的内容。对啊。对啊，还有那些动作啊，学了很久嘛。好一久嘞，半年、1年、2年、5年、4年。还忙是谁啦？哦，那平常时间对话的就练习大概时间用来练，能录卡会搞牙掉。欣赏哦，欣赏帮你们写台词，然后你们回去背，是不是？哦。那角色呢？自己选。老师也会搭。老师也会。哦。搭配。那如果兄头都按你啊，按虫，对不对？忘词了怎么办？我唔記得嘅，佢會老牙講。嘿。唔記得嘅，我會老幾個。哇 ，make it 默契啊，很有默契。半斤8两。这个好像不是用在这个形容词。那个条还有讲半斤对8两。你们是半斤8两，有吗？有啦，有讲啦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听评审老师的哈，乖。阿勇嚟有唱到4位先生。兩位講師妹，我一直想講，雲南我那位看過哈，結果我想到咧，佢喺紐約大擂台裏邊挑戰賽當來拿獎金，當位唱歌嘅聲音嘅。哦，講師妹，大家想又更漂亮了。嘿，我結果我唔知講，我兩個口說藝術老亞瑞語搭配得很有默契，真的，係真嘅，而且我從人家台風當好，因為唔會講我害怕緊張啊，我驚啊緊張啊，就所以表現都當輕鬆咧，那種天生咧，看起來可能當接比賽吼，有冇？能用啥？還係你啥？谁比較常去比賽？2個都有去比賽。那用啥？你們就是一組，對不對？一個 team 這樣子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哦。那當厲害，其實我知道金幣表現都當刺眼，哈，我真的心裡面很佩服。做答案的從頭到尾唔會斷啊，真的太厲害了，真的太厲害了，我很佩服，很佩服。對，這樣一搭一唱的，對，一句來一句去的，這個蠻簡單，很長一段呢。我跟他搭不到2句話，我就沒話講。对呀，真的，我要向你们學習。對，我們2個才是半斤8兩，他們是十全十美，對不對啊？好啦，阿勇，看分數了。係哦，阿勇嚟唱3位評審先生哈，有辦法一支團歌嘛？牙把公莫愛牙咩就飲來吃，特別個輪天師郎吼，我按講。天師冇按講哦，剛給你可是幾號天師關係嘞？關係呢？唱3位評審先生哈，有辦法一支團歌嘛？來，元氣有，先生謝謝，還有，來，一想哪一片？親講嘅細阿妹哈，親講哎，哦，下次再來哦，好嗎？2個都很漂亮，來，跟他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神奇又神奇，牙咩將嗌出兩兄弟，牙哥拔出頭，嗌出嚟拔辣哩，個險小提氣，牙把講莫愛，牙咩就飲來吃，吃到個十三時，就空走就空去，去到台南要上假意，簽到無條路，手來學做戲。個起條架，非常係真可以，
很爱做太法，爱出关刀徛去，佮你嫌嫌都砸死去，伊很爱做阿丹嘛，阿丹爱又唔晓做佮你念电去，很爱学海线，天呢晓得来过来，啱啱就唔晓顺过去啊，很爱学打鼓，佮鼓槌徛去，啱啱又唔敢靠落去。 上到学做戏，实在是很费戏。你空空走，又空空戏，走戏同人家牵主角，个主角牵哪好？又爱来讲司机嘛，人是说拍拉戏，讲就讲什么？个一般故就一般去，主难度，虽然一又一，上到个牵主角，很费戏。 我又空空走，又空空去，去到看到一个小阿妹，实在是有中意。我出来满意，爱家忙，也咪讲有注意，个爱滿意，個偏見愛熱到，佢講1200年，愛出老兒天落去，孫三個老兒拖斷去，願望3轉10分咗愛愛男，愛滿意。 今年幾多歲？佢講去年做嘅81，今年度好就82。哎呀媽呀！拖咗一做乜嘅喏？拖咗來一97。哎呦，我咩馬啥？我去阿飛哥，呢下呢，我哋揾個衝山過黑社區咧，係，而家我就開始嚟衝嘅平板好咧。 人生流淚多那個地啦，好為流淚先那，先見流個路那個人，後見流淚也那。 呀，用流淚面那個錢，愛行流淚好難，貧窮流淚苦那個貴呀，命有流淚天哪。 是蒙太奇噶，安子生。哟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先生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哎呀，來咧安精彩嘅棚頭哦，哦，我而家仲看到你咧。哎呦，咁我頭都看萬人。咩？我特別天上看到那阿鳳姑啊，阿鳳姑，阿鳳官先，唔係點樣嗬？係，今日你萬人。唔講我特別看到天上嗬，我安講。 啊嘛，莫安講哦。今邊不應該就實在很講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講到哎呦，用得個殺的咯。咁就講暗天前年要出咗啲拖轉嚟嘅嘛。哎呀，愛在。講嘅什麼？我用會唔會咯？天師莫安講哦，咁今邊你開始幾號？天師關係嚟，關心呢？關心呢？天師嘅問題啊！天師嘅問題，我本身就想到安尼是。是。唔講我人啊講尿片啊，講尿片啊，咁用得個啥的呀？反正談個是個就好的咯。天是咯，啊聽個是咯，聽個是咯。哦，有樣啊冇樣？有樣哦，咁我係用我間一刀一衝咯。咁我係乜嘢？好。個食飯個樣講啊，個公樣到筷子，講尿片樣講。 筷子，你還跟那筷子那不敢吃喏，筷子。尿片而講到粗，嘿呐。你講迄乜個強？
我讲你阿妈该什么？乜该强？我鸟拼。鸟拼啊，嘿鸟啦。拼啊，哦，鸟跟鸟，鸟拼强。啊，做对啦，谈的事就好了，谈的事就好。来看一下我哋评审欣赏，我讲鸟拼嘛，好嘛？水雄记哦，哎呀，我老师水雄欣赏。陈先生，哎呀，哦，你頭先念嘅旁頭實在很讚哦，嘿，哎呀，嘅旁頭啊，我多多傳承下去，啲客家文化好唔好少聽？哦，希望啊，你做嘅漢拜啊，多多出來表演，哦，共伴大家聽。係啊，唱家嘅用嘅細妹嘅小妹妹喺度喺度教。哎呀，漢拜啊，啊，嘅陳先生就唱嘅兩個細阿妹吼，哎呀都。搞記到，就做得兩隻阿公出來表演。真是好哩，我出來唱我細阿妹，同埋細阿姐安講嘅時候帶佢嚟搞經驗嘛。我請主持人同表演。安講嘅細妹樣冇搞到，係實在。哎呀，他聲音嚟講咧。係實在哦。我哋嚟看分數啦。係啦，先來看分數啦。看他是拿到獎金喎，啊，拿獎金貴啲咧。三隻電就有2000塊咧。佢乜嘅電腦冇啊？冇咩，我哋就比有啊！新夢先生，哎呦，新夢先生，錢拿出來咯！哎呦，帶幾好，帶幾啊！阿剛講阿爸，兩個仲快，我做唔得帶幾，2塊帶幾，我冇呀，啊，剛2。好啦，一來講啦。我冇啦，老師已經講啦，我係隻什麼誒？哎嗌哦，好啦，今日你先來看下一組嘅表演啦。好。早上鼓勵。哦，老電視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。大家好。哦。伊問候就大家好，冇別記咧。哦。誒，簡單的啦，哈。好，我穿冇。是吧？唔會啊。唱下跳舞是唔會。跳舞就係心情動吼。心情動。你講吼跳舞吼，當日攏會練差唔多5點鐘以上呢。啊，還有出去比賽還演出吼，哦，整天一睜開眼就在舞蹈教室了。係，我哋去比賽時節是練的時節青島，從下舞跳時會練習吧，老師董英俊啊，老師哦。係。那都江良偉老師哈，跟對一客家江老師，江老師啊，
那江老师今边有来吗？有，提来有。哎，老师会歌手你退下，好年轻哦。看那个学生的学生的表演哈。哦，懂理会。有呢，能贴挑服吼，老师都频频点头，这个好，这样子好，好样的。挑得清吼，嘿，都线上动眼镜嘛，动袂到哈。然后上个嘛清认真啊，系啊，通号嘛动眼镜，都通号是只能供送来啥是哪一种音是有哈。安尼搞个青岛的朋友吼，对唔熟悉挑服吼，连安尼上课上啊都变熟悉都见变，大家拢好姊妹咯。系啊，每恰去都要表演比赛吼，比赛没有得奖，很厉害哦。啊，老师是前10万教啊。人家都嘛前3万学哎呀，就来谈款的那个评审欣赏。哎呀，按都讲什么？哎呀，有黑到冇？有啊，有黑到啊。按都讲什么？其實係有隻團體啊，係看當叫嘅，幾下人啊，也啲講係有幾下啥係嗌嘅好姊妹。好姐妹，对，好姐妹。平時老師咧都坐低留意都講下喎，係還以為冇講聽。還以為冇講聽。因為咱係花蓮事務處客家事務處吼，斧頭嘅個客家斧頭班啊，都按部頭逐禮拜5 7點到9點來學嘛，前當然來學啊，我咪希望大家來學嗬。最主要啊，學50錢啊，希望大家來參加，哎呀。好哦，大家參加哦，參加再來我呀同樂飛來參加哦，挺好。其實我覺得今比表現來講，我覺得老師很厲害，真嘅懂厲害，因為我聽講線上係咩客家人咯，咩客家人咯，佢設計就係因為對舞蹈這個東西很專業，然後排了這樣的舞，然後記下 B 嘅這種客家發通地步動作表演。雖然講我冇親身看過，按摩特別都在臉書上面看到，我就覺得很訝異。我覺得老師教得很好，今邊係頭一拜啊，親眼看到，我就覺得哦，我好光榮。我也是他們，我也是姐妹啊。你是圈外的，我是圈外，我可以。对，他们是圈内的，对。对，剩下一个名額了，你不要跟我搶。哪有？對，我只容許你趕快按燈。好，一干了寬粉書，早點拿到獎品冇？來，老師請。恭喜嘞！好。来，恭喜！客家事務局事務局啦，請感謝我哋呢客家文化謠言一條年剛剛能傳承，個傳承都太棒了，太感動了，很有溫度的。係啊，希望大家共下來好好加油，我嘛要跟我哋觀眾朋友夾打天花來表演才藝哦。冇錯，今日辛苦3位評審先生，還有今日嘅表演者，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嘅收看哦。向前同樂飛，大家來上飛，下次見啦！夾來報名哦。